各位老友記，各位屋企人，快啲放低手上嘅嘢，坐定定聽清楚啦，因為嚟緊呢幾分鐘講嘅內容，分分鐘影響到你嚟緊呢個月，甚至係未來一年個荷包入面有幾多錢。你係咪仲等緊政府嗰份雙糧？你係咪聽人講話2蚊搭車優惠喺4月就會取消或者加價？仲有啊，如果你收到社會福利署嗰封覆檢信，千祈唔好隨便亂填，填錯一個位，你份津貼可能就咁冇咗。今日我會一次過幫大家拆解2026年3月最新嘅長者福利大件事，由長生津、綜援、生果金到傷殘津貼，入面有好多細節位係你未必知，但係政府已經靜靜雞改咗規矩。如果你唔想臨老先嚟俾人追討返幾萬蚊甚至10幾萬蚊嘅資產日出，今日呢條片你一定要由頭睇到落尾，仲要記得轉發埋俾你班老友記群組，因為呢啲真係救命錢嚟。我哋先講最緊要嗰樣嘢，就係大家最關心嘅雙糧，即係額外發放嘅1個月津貼。根據2026年財政預算案嘅最新公布，政府今年會繼續派糖，但係個做法同以往有啲唔同。你要留意反呢份所謂嘅雙糧，其實係包括咗長者生活津貼、綜援、高齡津貼，即係我哋俗稱嘅生果金，仲有普通同高額傷殘津貼。如果你係依家攞緊呢啲錢嘅朋友，你要 mark 低3月尾到4月初呢段時間。通常政府會喺預算案通過之後嘅1個月內，將呢筆額外嘅錢直接入落你個銀行戶口。即係話，如果你平時係每個月攞4000幾蚊長生津嘅，到時你個戶口會突然多咗一筆錢，加埋就係8000幾蚊。但係大家要記住，呢筆錢係一次性嘅，唔好以為以後個月都係咁多。講到呢度，好多老友記就問嗱，點解我隔籬屋個陳生收到信話要復檢，但我又未收到呢？大家要明白，社會福利署依家做嘢係好科學化嘅。佢哋會定期隨機抽查。2026年開始，佢哋引入咗更多大數據分析。以前可能係幾年先查你一次，依家可能因為你個銀行戶口突然多咗一筆轉賬，或者你名下多咗一份保險，個系統就會自動彈個警報出嚟，叫主任去查你。講到復檢，呢個真係好多人嘅心頭大恨。如果你收到嗰封綠色或者白色嘅復檢信，第一件事係唔好驚，但係一定要準時交回。如果你過咗期都唔理佢，社署係有權即時暫停發放你份津貼，到時你要再重新申請，手續就麻煩好多倍啦。而家我哋入正題講下，大家最擔心嘅2蚊車優惠，最近坊間傳得好犀利，話4月1號開始2蚊車會變咗2折車，甚至有人話會加到3蚊。其實呢件事係咁嘅，政府喺2026年嘅預算案入面，確實係提過要檢討2元乘車優惠嘅開支，因為依家香港人口老化得好犀利。政府每年要補貼幾十億落去，財政壓力真係好大。雖然官方目前未正式宣布全面取消2蚊，但係有一點大家一定要知，就係4月份開始，針對非法使用或者濫用2蚊優惠嘅巡查會變得極度嚴厲。如果你仲係幫緊屋企個後生仔用張長者八達通，或者你明明未夠60歲，但係用緊長者卡，一旦被捉到，唔單止係補回飛錢咁簡單，分分鐘會被檢控。至於個金額會唔會由2蚊加到去2.5蚊或者3蚊，目前政府仲係諮詢階段，但係4月1號係一個關鍵嘅財政年度開始，大家出門口搭車嘅時候，記得留意反個收費機顯示嘅金額。再嚟講講長者生活津貼，即係長生津。依家長生津已經合併咗，唔再分高額定普通，總之只要你符合入息同資產限額，攞到嘅金額都係一樣。2026年嘅單身人士資產限額，大家要記住呢個數字係393000蚊。如果你係兩公婆申請，資產限額就係597000蚊。好多老友記就犯咗一個大錯，以為自己個戶口冇錢就得，但係佢哋忘記咗原來保險嘅現金價值、股票，甚至係你名下嘅金條，全部都計落資產入面。我見過有個案係個伯伯，佢買咗份人壽保險，買咗幾十年，入面個現金價值滾到去40幾萬，佢自己都唔知。結果申請長生津嘅時候，被社署查到，話佢資產超標，唔單止要停發津貼，仲要追返過去幾年派俾佢嘅幾十萬蚊。個伯伯真係喊都冇眼淚。所以如果你名下有保險，一定要打去保險公司問清楚個退保價值係幾多。講到資產，好多人就會諗歪橋，話咁我將啲錢轉俾個仔或者轉俾個女咪得咯。各位老友記，呢招喺2026年已經行唔通啦。社署唔係傻嘅，佢哋查你銀行戶口係會睇返過去幾年嘅記錄。如果你突然間喺申請前幾個月，甚至係1年前將一大筆錢轉走，而你又解釋唔到點解要轉呢筆錢，社署會當你係刻意資產轉移，目的係為咗騙取津貼。如果被定義為蓄意隱瞞，
呢個係刑事罪行嚟嘅，最高可以判監。咁有人就問啦，如果我真係要俾錢個孫讀書，或者屋企要裝修，用咗呢筆錢點計？咁你一定要留翻所有收據，證明呢筆錢係真係用咗，而唔係收埋咗。呢度要特別提提大家一個好重要嘅工具，就係香港年金。點解我會提年金呢？因為根據現行政策，如果你將筆錢買咗香港年金計劃，呢筆錢喺計算長生津資產嘅時候係可以豁免嘅。舉個例子，如果你依家有50萬現金，你超過咗393000蚊嘅限額，本來係攞唔到長生津嘅。但係如果你將呢50萬買晒香港年金，咁呢50萬就唔會再計入你嘅資產，而你每個月由年金攞到嘅嗰筆固定收入，社署會將佢計入息。但係長生津對入息嘅限額係比較鬆嘅。咁樣一來，你既可以每個月有利息收，又可以符合資格攞到長生津，呢個係合法合規嘅安排。不過呢樣嘢只限於政府嗰隻香港年金，出面私人公司嗰啲年金產品個計法係完全唔同嘅，大家千祈唔好搞錯。再講講綜援，2026年嘅綜援金額亦隨住通脹調高咗少少，但係大家要留意，綜援同長生津係兩回事。綜援係查家宅查得仲嚴，如果你係同仔女同住，個仔女有收入，咁你個申請基本上係好難批。依家好多老友記為咗攞綜援而要同仔女簽不供養證明書，即係俗稱嘅廢紙，呢樣嘢其實係好心酸嘅。2026年嘅新政策下，政府鼓勵老友記自力更生。如果你係60歲至64歲嘅健康人士，領取綜援嘅時候，可能要參加自力更生支援計劃。如果你明明仲好壯健，但係唔肯去勞工或者唔肯參加培訓，你份綜援係會被扣錢嘅。至於生果金，即係高齡津貼，呢個就簡單好多。只要你年滿70歲，唔理你有錢定冇錢，唔理你住緊豪宅定係住緊公屋，總之你係香港居民就可以攞。2026年嘅生果金金額係1600幾蚊，雖然錢唔多，但係呢個係對長者嘅一份尊重。不過你要留意，如果你長時間唔喺香港，例如去咗內地居住或者去咗外國探親，一年入面離開香港超過305日，你嗰年嘅生果金就會被停發。所以如果你打算返大灣區養老，記得要申請廣東計劃或者福建計劃，咁樣你先可以喺唔返香港嘅情況下繼續攞到呢筆錢。講到廣東計劃，2026年嘅配套係完善咗好多，依家唔單止可以攞到長生津同生果金，連醫療券都可以喺大灣區好多間醫院用到。如果你覺得香港生活壓力大，資產又啱啱好超標少少，其實考慮返內地養老，透過廣東計劃攞津貼，生活質素可能會仲好。不過申請廣東計劃嘅程序同喺香港申請有啲唔同，你需要有一個內地嘅居住證明，仲要定期返嚟香港，或者透過面談嚟確認你嘅身份。我哋再深入講下關於復檢嘅細節。好多老友記收到復檢信就求其填個0字，或者填話冇變動。你要知，社署依家同稅務局、土地註冊處甚至係各大銀行都有聯繫。如果你名下突然多咗個物業，或者你個銀行戶口因為利息、收入或者股票派息而多咗錢，佢哋係一清二楚。如果你喺復檢表上面寫話資產冇變，但係社署查到你有變，咁就叫虛假聲明。我建議大家每年都要去銀行印返一份最近一年嘅結單，自己計清楚個數。如果你發現自己資產快要超標，你可以考慮下將部分錢用喺醫療開支，或者幫屋企換件大電器，呢啲都係合理嘅生活開支。只要有單有據，社署係唔會為難你嘅。仲有啊，關於傷殘津貼，2026年嘅傷殘津貼審核變得更加專業化。以前可能醫生寫張字條就得，依家社署會有專門嘅評估小組。如果你係攞緊普通傷殘津貼，你要留意自己嘅身體狀況有冇改變。如果你康復咗或者情況好轉，你要主動申報。如果你瞞報而繼續攞錢，最後被發現，同樣要面對追討同法律責任。但相反，如果你嘅病情惡化，由普通傷殘變咗高額傷殘，你亦都要主動申請升級，因為金額差成倍距。唔好因為怕麻煩而唔去爭取自己應得嘅福利。講返3月同4月呢個交替期，真係大家要打醒12分精神嘅時候，因為財政預算案剛公布，好多政策嘅細節會陸續出爐。例如今年會唔會加多幾張醫療券，或者會唔會對電費有補貼，呢啲全部都係錢。2026年嘅電費補貼計劃通常會喺6月份左右開始入落你個電費戶口。如果你係獨居長者或者係住喺 call 房嘅老友記，你要留意下你個電費單上面有冇出現政府補貼呢個字眼。如果你係住在房，個水電費係由業主代收嘅，你就要同業主講清楚，
呢啲補貼係政府俾租客嘅，業主係唔可以中飽私囊。各位，我講咗咁多，最想大家明白嘅係政府嘅福利係俾有需要嘅人，但係我哋一定要做個老實嘅老友記。依家個系統咁發達，想要瞞天過海真係好難。與其每日擔心會唔會俾人查，不如攞份表出嚟，個識字嘅後生仔或者去長者中心分社工，幫你清清楚楚咁對一次資產。如果你發現自己真係超標咗，其實主動去社署報備，佢哋通常都係叫你停一停，等資產回落到限額以下再申請。呢種做法係最保險嘅。嚟緊嘅4月1日，大家搭車嘅時候，記得聽清楚部八達通機個聲響，同埋睇清楚個餘額。如果真係改咗制，由2蚊變咗2折，雖然貴咗少少，但係大家都要體諒，畢竟公共資源有限。不過我亦都希望政府可以考慮到基層長者嘅負擔，唔好加得太過分。另外，如果你收到任何電話或係社署打嚟，叫你提供銀行密碼，或者叫你轉賬去某個戶口嚟做資產復檢，千祈唔好信。社署絕對唔會透過電話問你拎銀行密碼。呢啲全部都係騙案。2026年嘅騙徒手法層出不窮，佢哋專門換老友記落手，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覺。最後我想同大家講，攞政府津貼唔係一件醜事，呢啲係你哋後生嘅時候交稅，為社會作出貢獻，應得嘅回報。但係我哋要做得明明白白。如果你身邊有老友記仲未識點樣申請，或者佢哋仲用緊舊嘅方式去處理資產，請你一定要分享呢段內容俾佢哋聽。3月嘅最新消息就係咁多，大家記住留意自己個戶口，睇下筆商量幾時到。如果有任何關於資產計算或者復檢嘅問題，歡迎大家喺下面留言，我會盡力幫大家解答，或者我哋一齊討論下點樣先可以做得更穩陣。講到呢度，大家可能仲係對資產限額嗰度有啲混亂，我再幫大家細分一下。所謂嘅資產，除咗現金，仲包括咗你嘅股票戶口。2026年嘅股市雖然起伏大，但係社署係按你申報嗰日嘅收市價嚟計。如果你持有好多股票，最好喺申請或者復檢前個收市價比較低嘅日子去做評估。雖然呢個係少少技巧，但係最重要都係唔好超過嗰個大數。另外，如果你同人合資買咗個物業，雖然你唔係住喺入面，但只要你名下佔咗一份，嗰份嘅價值就會全數計入資產。呢一點好多老友記都忽略咗，以為自己冇份住就唔計。結果因為咁樣而被取消咗長生津。仲有一樣嘢就係海外資產。以前社署好少查你喺內地或者外國嘅物業同存款，但係依家大數據聯網已經開始普及，特別係大灣區嘅房產資料。如果你喺內地有層樓收緊租，或者有一筆好大嘅存款，社署係有機會查得到它。所以申報嘅時候一定要誠實，唔好以為喺香港查唔到就可以唔報。一旦被發現，手續會非常之複雜。講返2026年3月呢個時間點，點解我要叫大家特別留意長生津嘅復檢？因為社署啱啱換咗新嘅電子系統，好多資料會自動比對。如果你以前報開嗰個銀行戶口已經停用咗，或者你開咗個新嘅儲蓄戶口，記得要去社署辦事處更新資料，唔好等佢發覺你個舊戶口入唔到錢先嚟搞，到時可能又要等幾個月先攞返筆錢。大家仲要留意一點，就係2026年嘅長者醫療券，今年嘅醫療券金額係有機會增加嘅。而且政府仲推出咗個叫做共付嘅模式，即係如果你用醫療券去睇某些指定嘅專科，政府會補貼更多，但係你自己都要出一小部分錢。咁樣做係為咗唔好浪費醫療資源。大家去睇醫生嘅時候，記得問清楚間診所點樣收費，同埋你個醫療券戶口入面仲剩返幾多錢。2026年開始，醫療券可以用嚟做更多預防性嘅檢查，例如大腸癌篩查、牙科檢查等等。我建議大家唔好等到病先去用啲醫療券，平時去洗下牙、驗下眼，呢啲錢用得其所，對你嘅身體健康更有保障。講到醫療，2026年嘅公立醫院收費亦都有些微調整。如果你係領取綜援嘅人士，通常係可以獲豁免公立醫院嘅醫療費用，但係如果你係攞緊長生津或者生果金，你係要照樣交費嘅。不過如果你嘅經濟負擔真係好重，你可以申請醫療費用減免。呢個減免係要另外申請嘅，唔係自動波，大家一定要記住。最後我想再強調一次，關於嗰封復檢信，好多老友記一見到信就頭痛。其實你可以帶埋封信同埋你啲銀行、存摺、保險單據去你屋企附近嘅長者地區中心，嗰度啲社工同助理好專業，佢哋會一步一步教你點樣填。記住唔好隨便騙街邊嗰啲所謂嘅中介幫你申請，佢哋可能會收你錢，甚至偷咗你嘅個人資料。2026年係香港福利政策轉型嘅一年，
政府一方面想幫多啲有需要嘅長者，另一方面又想減少開支。喺呢個背景下，我哋呢班老友記一定要與時並進，掌握最新嘅資訊。今日我同大家講嘅嘢，全部都係根據3月最新嘅預算案內容同埋社署嘅指引，希望呢啲資訊可以幫到大家，令大家可以安穩咁攞到應得嘅津貼，生活無憂。記住啊，聽日出街嘅時候，記得同身邊嘅老友記傾下呢啲消息，大家互相提醒。如果你發現自己份津貼突然冇入到落戶口，唔好驚，第一時間去社署問清楚，可能只係手續上嘅問題，只要補交反文件就冇事。最緊要係保持冷靜，唔好聽埋啲坊間嘅謠言，嚇親自己。好啦，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。雖然我講咗好耐，但係呢啲資訊真係好緊要，每一句都關係到大家嘅錢袋子。希望大家2026年都身體健康，開開心心。如果你覺得呢段內容幫到你，或者你想我下次講下點樣喺大灣區養老嘅詳細攻略，記得俾個意見我，我會一直陪住大家，幫大家留意住政府嘅最新政策。大家一定要記住，無論政策點變，我哋都要做個精明嘅長者。如果你仲未夠65歲，都要提早計劃定，因為資產限額呢樣嘢唔係臨急抱佛腳就可以搞得掂嘅。2026年3月係一個轉折點，好多新政策會由4月1號開始實施。我建議大家今晚就攞個存摺出嚟睇下入面啲數，計下自己有冇超標，咁樣你今晚先可以瞓得安穩。最後一句，唔記得去信箱收信，社署啲信好多時都係呢段時間寄出。如果你發現信箱有封社署嘅信，無論係乜嘢色，都要第一時間打開睇清楚。如果真係唔識字或者睇唔明，一定要人幫手。我唔想見到任何一個老友記因為填錯一封信而冇咗份津貼，明白嗎？祝大家生活愉快，事事順心。我哋下次再詳細拆解其他福利政策，或者講點樣可以將啲福利發揮到最大效用。再見。